呢個成語叫做行將就木啊，都經常會用嘅，就即係形容一個人咧就快入棺材，因為以前啲棺材全部都係木頭嚟噶嘛，咁啊就快入棺材啦，就快死啦咁樣嘅意思嚇。咁啊出自春秋嘅時候一個故仔嚇，係關於重耳晉文公嘅。咁關於晉文公就好多故仔啦嚇，流亡19年，重新登，佢最後做咗國君啊，仲有晉文。咁重耳嘅割股啊，嗰啲大臣割股，介之推割股，後尾變咗寒食節啊，農曆7月15。咁呢啲節日而家好多中國地方都冇啊，不過潮州都仲有㗎，就係盂蘭勝會啊咁。咁我咁講翻啦，春秋時代咧就晉國嘅國君晉獻公咧就寵信呢個寵妃驪姬，就逼死咗太子申生，而申生嘅兩個兄弟就唔係同一個媽媽生嘅，另外一個媽媽生嘅，都被逼流亡。咁一個咧叫重耳，就去咗澤國；另外一個咧就叫夷吾，就逃跑咗去梁國，因為咧都驚俾驪姬咧害死。咁重耳咧喺國內咧就本身咧，即係晉國本身有啲賢明噶啦。咁佢出亡嘅時候咧，就晉國好多大臣啊跟住佢走啦嚇。咁最出名嘅就有啲大夫胡母、胡啱、趙崔啊，呢個字係衰字，不過咧就有個異音讀崔啊，趙崔、衰臣、魏秋啊，呢啲字好少用噶啦。介之推、先軫啊，佢哋咧就喺呢個嘅澤國呢度咧就安頓落嚟啦。咁喺澤國咧，當時咧就有一支古代嘅啲游牧民族啊，叫做長鳩魚。咁就分佈喺而家嘅山西太原一帶嘅。咁咧就喺嗰度捉咗兩個美女，一個咧就係叫做季魏，就送俾阿重耳；一個咧就將季魏個姐姐叔魏就送咗俾呢個趙崔。兩姊妹咧就跟隨丈夫咧就喺澤國生咗一共住咗12年，就各有自己生咗啲仔女啦。咁我哋知道中國人嘅排行嗰個姓氏咧就係孟仲叔季啊嘛嚇，咁所以咧就我哋見到季魏、叔魏呢啲名咧就即係代表佢哋嗰個排行嗰個序列啦。咁順便講下啦，就山西特別多美女嘅，喺古代嘅時候，點解咧？因為山西咧佢係我哋睇翻個地圖就知啦，山西就近住內蒙古嘅，咁即近住好多草原民族，所以漢族咧就同少數民族咧就好多呢啲嘅混居雜居，所以咧就山西咧就特別多美女嘅。咁而家澤國呢個地方咧就喺山西太原嘅東北嗰度。咁呢一日咧，阿胡眼咧就接到佢阿爸胡突啊，即係重耳個舅父啊，喺晉國嗰度送嚟一封信，就話主公謀刺公子啊，就快啲逃跑。原來公子夷吾咧喺晉獻公過咗身之後，就借晉國嘅力量咧就翻咗去晉國。我啱啱都講過啦，晉國咧就兩個公子都逃跑嘛，一個咧就係夷吾就逃跑咗，咁啊去咗呢一個嘅梁國。咁然之後咧，重耳啊逃跑咗澤國啦。咁然之後晉獻公一死咗之後咧，呢個另外一個仔另外一個細路仔咧，另外一個公子夷吾咧，就借住獻公去世，借住秦國嘅力量就翻咗晉國即位。咁然之後，因為佢又驚重耳一日都翻嚟搶佢個君位，所以咧就派刺客啦。咁就胡氏兄弟就佢爸爸胡突。咁胡氏兄弟咧就其實係重耳嘅表兄弟嚟嘅嚇。咁胡突咧就係重耳嘅舅父啦。咁就話俾佢兩個仔胡氏兄弟聽，喂，呢個夷吾要過嚟殺你喎。咁重耳即刻驚走啦。胡眼就話：你而家即刻去齊國。齊侯雖然老咗，但係佢都係霸主，而且咧齊國而家都死咗幾個老臣，佢需要人嚟幫你噶，需要人嚟幫佢噶。公子快啲投奔佢啦，呢啲啱啱正係時候。咁喺嗰晚重耳就即刻同佢妻子
阿季危之啱啱講嘅嚇，喺一個少數民族度搶翻嚟美女話：阿姨唔要嚟行刺我啊！我只要投奔另外一個國家啦。咁去邊度我都唔知㗎。日後咧就設法聯絡秦國、楚國，逐漸復國啦。你要盡心撫養我哋兩個仔。如果過咗25年咧，我仲翻唔到嚟咧，你就另外嫁其他人啦。佢都將個時間講到好後啊，25年之後咁啊，25年之後都唔知咩事啦。季危就喊起嚟啦，就話男子漢志在四方，我今年25歲，再過25年，行將就木啦，即係就快死啦嚇，就係呢個成語嘅來源啦。都50歲仲嫁到俾邊個？你唔使擔心啊，你去就係啦，我等住你啦咁樣嚇。以前啲太太真係好啊。第二日，重耳都唔去驚動呢個澤國國君啦，就靜雞雞咧就由呢個胡毛胡雁趙崔就保護住去咗澤國，就離開咗澤國投奔齊國。咁呢個時候咧，重耳都年過半百啦，即係50歲啦嚇，連個安身嘅地方都冇嘅。咁咧就而家呢啲都係後話嚟㗎啦。阿重耳一去咗之後咧，就已經足足7年啦，就喺齊國受到上賓嘅對待啦。咁咧就係齊桓公咧親自咧揾咗一個佢同佢同姓嘅本家齊姜啊嫁咗俾佢。咁重耳就想借住呢個齊桓公嘅威名復國。咁齊桓公咧亦都係春秋5霸之一嚟嚇。如果有齊桓公幫佢啊，咁應該冇問題啦嚇，可以好容易復到國。但係點知第2年咧，齊桓公咧就過咗身啦。齊國過咗身之後咧，齊桓公過咗身之後咧，齊國5個公子一大就爭權爭位啦，國內大亂。重耳見到咧就齊國咁亂咧，死啦！覺得咧可能咧齊國都幫唔到咩手啊，咁決定咧就另投他國啦。咁重耳又開始流亡啦，經歷咗曹、宋、鄭、楚呢啲國家，最後咧秦穆公咧就將重耳接翻去秦國。秦穆公咁好喎，仲嫁咗個女俾佢，希望幫佢復國。啱啱呢一年咧，阿嚴就病亡死咗，咁咧就幫阿重耳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可以翻去復國。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咧晉國呢2個國君啊，都係阿秦國幫佢復國嘅。咁最後重耳終於復到國啦嚇，咁史稱晉文公。我哋都知道逢親文就係好噶嘛嚇，文係最好噶啦個諡號啊。咁就佢喺秦國咧就冇忘記，就接翻華營啦，接咗華營。華營就係呢一個嘅秦國嗰個嘅係秦國嗰個公嗰個喺秦國娶嘅老婆。然之後齊國就接咗齊姜啊，齊國出喎，跟住都喺澤國接翻呢個季危。咁季危呢個時候先30幾歲啫嚇，仲未行將就木嘅嚇。咁呢個故仔講完啦。